亲，这里看上去真的很气派。上茶。坐吧。嗯。多谢。李夫人，据说楚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温鼎烩肉了。为了您来呀，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没想到义后还知道我们楚国的风俗。夫人公子请自便。继儿，继儿要等大姐姐来，继儿不可军前失仪。以后政务繁忙，一时无法脱身，我们等等无妨。义后。怎么？难道请我们来的不是义后？世上真是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已经积火烧长了，还硬撑着要见你心仪的义后。可惜义后已视你为婢女。怎么是你？十几年不见，月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？母亲，这位夫人是何人？她是母亲楚国的故人。想来，这位就是秦国质子公子季了。我是何人？我不仅是你母亲的故人，还是今日设盛宴款待你们的主人。我夫君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是燕国国相的夫人。今日也是你一手安排。看起来你确实穷途末路。听到杯盏之声，就这么快奔到我这儿来了。这黄金台华宇楼阁，这厅内温暖如春，该没有让你失望吧？哼，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。的确是过眼云烟。你给秦王当应妾，刚刚享用了几日富贵，就被赶出秦国，茫茫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可喜可贺啊！依仗权势，虎虎之威，一手遮天，难掩天下之目。我不图掩天下之目，只让国相对我言听计从，已足矣。既然妹妹到了燕国，我该尽地主之谊，全力款待才是。这么说，让人偷去我的钱财，放火烧了我们的住房，也是你一手谋划？哪里用得着我谋划？勾勾手指，便有无数人争着去做。无耻！米夫人且慢。既然你如此有骨气，为何对我的施舍受之不却？什么施舍？我绝对不会要的。这裘长凤履并非凭空而来，你和公子身上的每一寸履，都是拜我所赐。你我言语不合，话不投机，物归原主才是正理。米夫人，请吧。这冰天雪地，赤身露体的，冰天雪地，只怕米夫人在秦国和楚国都不知何为真正的冰天雪地，尝尝定是别有滋味。但赤身露体从这黄金台走出，却有碍风化。赵臣在。米夫人，这是我在大街上从2个冻死的乞丐身上扒下来的衣裳。
也许正适合你们二人的身份呢。怎么难过了？从楚国到燕国，这么多年，我日日都盼着这一刻。你对我也就算了，继儿不过就是一个孩子，你们为鬼为魅，你冲我来啊！也是，衣不遮体，赤着脚走回去，说不定就冻死在半路上。你若心疼儿子，不如此刻就跪在我脚下，承认你是个贱人，是个从小就不知廉耻的贱人。我或许可让他留住身上的每副裘皮。母亲，继儿不要这衣裳。继儿，夫人，他们把你们怎么了？这会都坏的。快起来，继儿，等不了。继儿穿着婆婆做的衣裳，这好暖和。继儿，快这请背着起来。这，车夫停车。快起来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困顿在这大雪之中啊？我们是秦国之子，这是米夫人和公子稷。在下苏秦，在秦国与米夫人曾有过一面之缘。快请贵人上车。多谢，快继儿，多谢。上车，公子，上车。夫人，苏子走了。是临行之前，苏子吩咐他的手下把公子的貂皮衣裳给赎回来了。苏子救我和继儿于危难，并为我们请医买药。苏子说：“世态炎凉，万物刍狗。”他让我们好好照顾夫人和公子。他说，若有什么急需，我们可以去黄金台找他。亏得魁姑没有看到我等的遭际，否则岂不让他心碎？那个米音简直是个邪魔恶鬼，定不得好报。香儿，你可去打听了，那米音是如何到的燕国？打听了，苏子的手下告诉我，当年在楚国，因为公子歇逃婚，米音的婚事搁浅了多年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米音嫁到燕国，本来是想做燕国王后的，可是没想到齐国趁火打劫，从中插了一手。那米音千里迢迢嫁到燕国，还没做成王后，却险些做了乱刀下的亡魂。再后来，她就遇到了那个做了多年官夫的郭伟。当时的乱象可以想象，郭伟依仗秦国和赵国的力量平乱，又被燕王拜师拜相，定会让米音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。
而米因楚国公主的身份，也让郭伟倍感荣耀，因而对米因百依百顺。怪不得那个米因敢如此嚣张呢。苏子，燕王求贤若渴，苏子乃治国安邦之奇才。上次苏子来见我和燕王侃侃而谈，令人茅塞顿开。望苏子能长久留在燕国，出入朝堂，成为社稷肱骨，共商天下大计。苏秦才疏学浅，蒙燕王义厚厚爱。先生不必过谦，当年齐国乱燕，奇耻大辱，至今未报。如今大王一心想强燕而图天下，不惜输尽钱财，正是为了招募先生这样的兴国治世之才。齐王骄横暴虐，遭各国诸侯愤恨。大王想学习国耻，并非难事，但眼下齐国国土广阔，人口众多，以燕国一国之力攻打齐国，很难一蹴而就。不如联络赵、楚、魏、秦等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素子所言极是，郭国相与诸国结盟立约，当为眼下头等大事。大王，微臣一定照办。在下还有一言，不知当说否？请说。大王既然打算与诸国结盟，就该善待诸国之子，免得因为他们的不测之祸而与他们的母国生出龃龉嫌隙。请先生明示。昨日，在下回黄金台驻地，偶遇秦国质子公子季和他的母亲芈夫人，他们蓬头垢面，衣不遮体，挣扎在风雪中。幸好在下发现，把他们送还驿馆，不然必定冻死在大街上。此事当真？绝无虚言。国相，我曾说过以礼相待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以后定是微臣属下疏忽，办事不周。望国相查明原委，尽力补救，切莫耽搁。微臣这就去办。微臣告辞了。国相慢走。母后，那寡人也回宫了。去吧。大王慢走。以后，苏秦告退。苏子请留步，我有一事向先生讨教。以后请讲。青青，再去给先生倒一杯热茶来。是。苏子请坐。看来芈月他们真的遇上麻烦了。难道义后对芈夫人的现状毫不知情？我本是恨芈月当年对苏子无情，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纠葛来往。可刚刚听先生说，他和公子季差点冻死在风雪之中，又让我忍不住牵挂起当年的情谊，心有不安。苏秦离开秦国，义后为何要责怪于芈夫人呢？难道当年不是他在中间作梗？当年你父王重用张子，弃用苏秦，实乃对朝臣的权衡之术。你父王并非昏君，若不是他心中也有疑惑，怎会听从后宫嫔妃一人之言？苏秦投宿客舍，那客舍老板对我百般刁难盘剥，逼得在下不得已才离开咸阳。这就更怪不得芈夫人了。虽然如此，可眼下芈月见罪于秦国会后，她不希望我厚待芈月，所以我不见芈月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您身为燕王的母后，会后怎可在旁指手画脚、肆无忌惮？别人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这个母后是怎么来的吗？当年秦国的兵马辅保我们上位，眼下朝中卿大夫也不全服我们，列国也轻蔑我们。我们唯一可以依仗的，只有我的母国。我不能得罪，更不能得罪如今的秦王和他的母后啊！不知以后在燕国，竟这般之难。苏秦来晚了。不晚，只要你能来，
往后我在燕国的每一日都会不一样了。这晦气的燕国，一年到头满眼的冰雪，能有3、5个月的春色就不错了，弄得我寒气上身，骨头整日酸痛。夫人定是操劳过度了。这么大的相府，万事全仰赖于我。我若不斟酌计较，劳心劳神，谁来操持？夫人说的是。就这么还有失手的时候。那日，我满心以为那个贱货被我赶出黄金台，定会毙命于大雪之中。谁料竟被一个好事的家伙搭救，捡回了半条性命。竟有此事！一个叫苏秦的东周世子，胆敢坏我大事，原本想让人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，可下边人说他是相爷新寻到的宝贝，动不得他，真是气死我！相爷今日回来的好早啊！下去吧。是。什么事啊？进门就冲我耷拉着脸。夫人，你与那秦国质子有何过节？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？相爷的话真好笑，我与他们有何过节？明明是相爷上次回来提起秦国会后来信，说让咱们不必善待他们，让你为难得很。我可曾让夫人帮我的忙？相爷既然有难处，妾身替夫君排忧解难，有何不可？大胆！你一个妇人，不在府中好生料理家务，竟然自作主张干预朝政。妾身哪懂什么朝政？只是看夫君作难，帮你一把。谁料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竟招来你横眉立目。好，既然我犯了大罪，那你治罪好了，要杀要打全由你。反正你是国相老爷，杀了我一个楚国公主，也可以让你扬名天下了。夫人，坐。好了，夫人，反正你是看我样样都不好。若这样，赶紧把我送回楚国去！哎呦，夫人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我怎么舍得把夫人送回楚国呢？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夫人，快看，今日有人呐，给老夫啊送来了一只金钗，一只鎏金凤钗。这金钗是实打实的货色。凤钗虽是鎏金，但做工精巧，美轮美奂。老夫知道夫人对这首饰见地独到，所以啊，特地把它们带回来，与夫人共赏。啊，夫人，这2样东西可好？哎，黄金台之事已经查明，是国相夫人所为。我记得国相夫人也是楚国的公主，难道他们相识？我询问过一些人，没有人能说出所以然。若不是他们曾经有过节，那国相夫人的所作所为，很有可能是国相的意思。你为何不明示国相，不要难为芈月母子？你真以为燕国的大权在我和侄儿手上吗？名义上侄儿是燕王，我是燕王之母，可实际上朝堂的政务还不都是郭伟一手包揽。我若因为芈月公开斥责他，与他有了嫌隙，那朝堂上就无人可依仗，岂不因小失大？照夫人这么说，事情就难办了。眼下对芈月他们来说，一碗热粥比一箱珠宝更为紧要。或许不用我们出面，就有办法可以帮到他们。
夫人，怎么没卖出去？雪太大，街市上根本没有人做生意。刚才遇上赵晨，他盯着我们要炭火钱和房钱，我气得骂了他一顿。他给的炭火根本就点不着，还有这破房子四面透风，可房钱都快赶上一间上等的贵客房了。骂他又有什么用？他说了，我们4个人住在一间房，房价自然要翻番。他还说，若不是他心善，早就把咱们赶到街上去饿死冻死了。你们一定累坏了，喝口水，歇一会儿。哎呀，都结冰了。慧儿，你这是……自从屋里断了炭火，日日都是灰姑姑和香姑姑把陶瓶抱在怀里，母亲和我才能有水喝。这样不行，若是雪再不停，我们就只有等死了。夫人，除了这些书简，还能卖几个钱？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母亲，既然这件衣裳，也可以换点钱来。不行，吉儿不可以没有这件衣裳。有了钱，有了炭火，有了吃食，吉儿就不那么冷了。所以，吉儿根本不需要这件衣裳。公子啊，万万不可！要不是那好心人搭救，你可就没命了。公子别急，我再拿着书钱出去一趟，或许能遇上一个买主。那米夫人是住在这儿吗？米夫人是住在这儿。你是何人啊？哎呀，可算找到你们了！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这位可就是米夫人。是。老身是西市的牙婆，人称五婆。婆婆免礼，不知婆婆找我有何事？是这样的，那个陶隐，陶老爷，前些日子偶然在夫人的女婢手上买到了几卷《诗经》，欢喜得不得了。今日陶老爷亲自找到我，无论如何让我来叨扰夫人。这是陶老爷让下人送来的竹简，烦劳夫人为他们家抄录一份婚姻礼仪方面的试婚礼。这个是半担粟米，这个是一担炭火，还有些许钱。来，夫人，你数下。试婚礼抄好后，就送到陶老爷家。陶老爷还答应了送2匹帛、6斤肉为礼。只是这试婚礼要得急，半月之内就要抄完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夫人，我们夫人身子不好，况且这试婚礼又有好几卷，如今我们手头没有原书籍，若是让夫人字字默出来，这半月的时间是万万不够的。老身不瞒姑姑，那个陶隐原是工匠出身，是前些年打仗立了功才封的官，不是什么世家，家里礼乐方面的典籍都是没有的，所以急需诗礼方面的典籍，庄严门面。时间是紧了些，劳烦米夫人赶一赶。要不我去找陶隐商量，再加点礼，如何？礼乐本是圣贤所传，如今却让我拿来贱卖，换取肉食之物，实在是愧对先贤了。若再讨价还价，岂非斯文扫地？他们既有向礼之心，我多花些时日，半个月，该是能磨出来的。
那就谢谢你，夫人。母亲，继儿也可以帮忙。夫人留步，留步，老身告辞了。谢谢王婆少爷。哪来这许多礼数啊？帮你们就是在帮我自己。陶爷说了，以后家里的所有典籍都有劳夫人抄录，夫人以后有的忙了。行，半月之后我再来驿馆找夫人。好，告辞了。谢谢婆婆，谢谢婆婆。慢走。笨蛋淑米，一旦炭火，炒好后还有2匹帛、6斤肉，有许多典籍要抄，母亲和我有的忙了。是啊。太冷了，快进屋吧。又有柴米又有肉，福气真不错。是。那陶尹出手如此大方，给我查查是个什么来历？小的查过了，是个粗人，没有什么背景，当年还得过国相的好处呢。我想法子让人去打个招呼，不信他真的敢与国相府作对。夫人，今日一早，国相爷派人来过驿站，询问过秦国质子的情况，还带来些衣食财物，小的心里没底。夫人您看，国相爷的心思我最清楚，他那是面子上敷衍一下，做给别人看的。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小的明白了，只是那些东西和钱财，你自己留着吧，好好干，不会亏待你。是，要是搁在一般人，经过这几番揉搓，早就成了枯木死灰了。可是这芈月，她那贱人运气太好，一不留神就死灰复燃。看来那驿馆过于招眼了，不可将他继续留在那里。该怎么办？小的全听夫人的。欲毁其人，先摧其心。驿馆是世子贵人留宿之地，他不配。把他从驿馆里赶走，他不是尽管破衣烂衫，还撑着夫人的脸面吗？让他沦落街头，沦落到最下等的匹夫走卒之中，把他踩到烂泥里去。我一定照夫人的话去做。夫人，何事？灵儿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相爷。既然芈夫人，那个贱人已经沦落至此，再无翻身之日，夫人何苦再劳心劳力？不妨由她自生自灭，免得让相爷知晓，心中不喜。他喜与不喜关我何事啊？我喜不喜才是要紧的。那个芈月，她活在世上一日，我就不喜一日。更何况，那秦国质子也是相爷的烦心之事，最好无人与他提及。眼不见为净，耳不听为清。这是婚礼的最后一卷，明日抄完，婆婆就可以拿走了。这其中也有公子的功劳，姑姑要怎么犒劳公子才是呢？婆婆会带来肉，对吗？是啊。哼，继儿好想吃肉，我要饱饱的吃一顿大肥肉。好，大肥肉，母亲答应继儿。李夫人，李夫人，小的有礼了。有何事？这间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。哟，这屋挺暖和呀，还有这个大火盆呢，你看，这烧得不错嘛。我们好像不欠你房钱。哦，不欠，不欠。也未向议程赊账。哎，没赊，没赊。那既然无事，议程还是自便吧。没看夫人忙着呢吗？那咱就长话短说。李夫人，过2天这驿馆要来贵客，所有的房间呢都包出去了，啊，也包括这间，所以呢，就劳烦你们几位另谋他处吧。啊？什么？
你要把我们赶出去？不是赶，是请出去，请出去。按照规制，各国质子来往都驻驿馆。你把我们赶出驿馆，是何道理？糜夫人，这驿馆就这么大点的地儿，来的都是各路的贵客，自然谁给的价钱高，就让谁住嘛。我们的房钱已经比别人高出许多，你这是故意刁难，还有王法吗？别跟我这儿大呼小叫的，这是燕国的驿馆，不是你们秦宫。论王法，我比你清楚。跟你们打声招呼，这是客气的。若不知趣，愣要纠缠，休怪我赵臣翻脸无情。你知道了，容我们再住几日，收拾东西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叫花子搬家，哪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啊？我们交了房钱，日子还没到呢。那就赶快吧。他们想赶尽杀绝，好在快要开春了，想饿死、冻死我们，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可我们离开驿馆，能去哪儿啊？天地之大，还能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？可是公子与夫人的身份尊贵，是龙血凤髓，贤身贵体，怎可浪迹于街市？身份既不能当衣穿，也不能当饭吃，计较它有何用处？堂堂正正，德配天地，自然尊贵。母亲，吉儿早就受够了这一城的恶气，离开这儿，我们不受他的管束，反而活得更畅快些。吉儿说的有道理，可是离开了这儿，我们就离燕国王宫更远了。那要是大公主再找我们，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，还是靠我们自己吧。母亲，你放心，还有我。舅舅说过，要我帮助母亲，我是母亲身边的男子汉。好孩子，吉儿真的长大了。可是，舅舅他在哪呢？他能来帮我们吗？你舅舅，小然，只怕他也很难。魏将军，臣在。大将军司马错一再上书，说你平巴蜀之乱，战功彪炳，应该给你升迁。封赏你什么爵位好呢？功臣、武大夫、少良造？哼，怎么，魏将军嫌这些爵位不够显赫？宫中左庶长一职，至今还空闲着。寡人今日就当着朝廷重臣的面，封你为左庶长，如何呀？大王，这我等也上过战场，战功赫赫，凭什么他当左庶长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看来这朝堂上有雄才大略、胸中甲兵的，不止魏将军一个人。若想让众人心服口服，只好实力说话。不如魏将军与这几位力士比试一番，我们点到为止。只要魏将军打败了孟奔、乌霍、任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，这左庶长就是你们的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这左庶长一职只好让孟奔来做了。大王，魏然乃军中战将，并非屠牛之夫，这搏击之术，并非他所擅长。司马将军错了，大敌当前，我秦军将士个个应该身先士卒，杀敌陷阵。如不能带领部下真刀真枪的与敌搏斗力拼，又如何能够服众呢？大王英明。哎，那个魏将军，你是动手啊，还是不动手啊？这左庶长一职就让给孟力士。大王，臣不服气呀！这未能与魏将军比试，臣不敢受此官职。
大王，此事荒唐，不可。楚离子，大王自有大王的道理。对啊，有什么不可？王叔，寡人让部将比试武艺，秉公任职，无偏无私，还是一战定功名吧。大王，大王！真是荒唐！大王，这不可呀！大王，此举荒唐啊！大王，匹夫，鲁莽匹夫啊！大王！臣请卸甲归田，免受匹夫之辱。司马将军，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既然输赢已定，比斗到此为止。寡人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封孟奔为左庶长。谢大王。司马将军，司马将军，司马将军留步，我会去规劝大王。司马将军不要做意气之争。大王任由匹夫侮辱沙场将士，令人心寒呐。其实他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并非一日两日。我今日辞官，也只不过是早一步抽身而已。否则下一次被羞辱的便是我了。司马将军，您是先王托孤重臣，若先王有知，看到今日场景，只怕会死不瞑目的。楚离子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你当年在先王面前用尽心力，百般劝说，就是要保这个太子。如今这样的大王，这样的大秦，你可有后悔？你明知道我的心思，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大王有今日作为，老夫也是无可奈何呀。这个大王和先王相比，何止是天壤之别啊！先王谥号曰惠，曰文，人人赞颂先王施惠国人，吸引名士，为大秦一统天下打下基础。可那一统天下是要用军功，用谋略，不是依靠几个牛马般的莽夫去横冲直撞。什么秦国第一勇士，凭力气大，就可碰大将军。大秦岂不成了诸国笑柄？牛马力气最大，只配拉车耕地，只配宰了吃肉，能争胜天下吗？司马将军，数百年来，秦国用的是勇猛武将征伐天下，若都是手无缚鸡之力，光凭口舌，能打得江山、收复人心吗？再者，你怎见那大王手下的力士们都是有勇无谋呢？大王心胸博大，立志要学周武王。那攻得王城，夺得九鼎，完成王图霸业，是要搏命的。说不定还真靠不上你司马将军，而要靠那些勇猛力士。甘有下，你怎能火上浇油？少说两句，替我留一留司马将军。司马将军人才难得，若能另有高就，你我何苦耽误他前程？走吧，司马将军，不必再与他们浪费口舌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他们哪知倒行逆施，必有报应。魏然，
信口雌黄，当心杀身之祸。甘右相，不用吓唬人。群臣离心呐，大祸已经在眼前了。你们要谋反？甘右相，他们的话不全是错的。说好了是半个月的，这都过了多少时日了？巫婆不会忘记了吧？巫婆会不会生病了？她若是病了，那陶老爷也会让伙计来去抄写的试婚礼啊。难道他们不想要了？这香儿日日都到街头去寻巫婆。今日无论是否能找到，我们都要收拾行李，准备明日搬出驿馆。可是我们能搬到哪儿去啊？这炭火没了倒也罢了，反正马上开春了，一日日会暖和起来。可是我们的黍米都已经吃完了，就连烛火都快点完了。母亲，那个陶颖先前不是说有很多典籍让我们抄吗？我们若走了，他该如何与我们联络？谁还替他抄啊？先让他把那两匹帛和6件肉拿来再说。我猜测，其中定是有什么变数。此刻，我们只有以不变应万变。吉儿，帮母亲收拾东西吧。香儿，找到人了吗？那不是婆婆，婆婆来了。慧儿，倒水。婆婆，米夫人，婆婆，我们日日都在等你，你怎么此刻才来啊？香儿，你们是如何碰上的？你们以为我在哪儿找到的巫婆？就在驿馆门口，她定是转悠了好久，见到我反而掉头就跑。米夫人，巫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巫婆，看来你是遇上难事了，不妨说出来。米夫人，前些日子我不是带着下人来吗？让夫人抄录试婚礼，可回去不到10日，那个陶颖就派人来知会我，说他改主意了，让你们抄的试婚礼他不要了，无论过去承诺过什么都不算数了。当然那些柴米定金他是不会要回去的，只是答应的其他东西，2匹帛6斤肉，想都别想了。这个陶颖怎可这样言而无信？既然陶颖食言，婆婆就该早来知会我们。只怕有些事情也不是她一个小小陶颖能做主的。米夫人，我是想来知会你们的，我来过驿馆，可是被那个可恶的驿丞赶了出去，他说不许我再踏入驿馆一步啊！这个天打五雷轰的赵臣，谢谢巫婆告知我们实情。你若今日再不来，只怕日后也找不到我们了。你们要搬走？这驿馆已经容不得我们栖身，明日我们就要另寻落脚之处了。不知可有了去处？不瞒米夫人，房舍租赁买卖，我们这些牙婆是行家里手，但是街头市井之地是那些贩夫走卒群聚之地，你们都是贵人，岂不是委屈了？当日舜也做过农夫，傅说也当过筑墙工匠，巫婆若能相助，我等定会感激不尽。包在我身上了。夫人，您请，您请。夫人，您应该是知道了，咱们这蓟城啊是东贵西进，东要西市。这西市既有引车卖浆之贼，也有偷鸡摸狗之徒。夫人，您可得多担待点啊。巫婆到了没有啊？到了，前面就是了。我们已经看了2家了，第1家都是下酒楼的卖艺人，第2家鸡飞狗跳都是摆摊贩的。我们夫人要求可不高，1是要清静，2是不要过于局促狭小，3是不必多说了。
能清静就已经很好了。夫人放心，这家是最好的，既清静又宽敞，保夫人您满意。夫人，到了，就是这家。珍嫂，珍嫂，就在这儿。珍嫂，珍嫂，开门！珍嫂，你们找谁呀？这屋里的主人。知道，这院里无人，只有鬼。别胡说。知道，回家。小孩子胡说，不可信的。走，知道。娘亲，我告诉他们这院里有恶鬼，婆婆说我胡说。哼，若是没有鬼，那便是谁住进去，谁就会变成鬼，谁住谁变鬼。你这妇人也是做娘亲的，如何教的小孩子？别理会这些人，回家。我不回家。嘿，你这小冤家，好打呀你！走，怎么回事？别理他们。珍嫂，珍嫂，哎呦，你在家，我以为你出去了。哎，夫人，就是这家。珍嫂，来，珍嫂，来，我给你带客人来了，租你的房子啦。夫人，请进，请进，来呀，来，您到这边看，来，来，快，这边，您看看。还有这边，哎呦嘿，小心啊，小心脚下啊，这边。哎，夫人，您看，这儿挺好的，院子乱点收拾一下就好了。这是我们这儿1等1的房子。珍嫂，你家几口人？这房子怎么租啊？这么大一间院子，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？家里的其他人呢？满满的都是人，公婆、老儿、大伯、小叔，满满的睡觉。夫人，不瞒你说，他们家的人都死了。他大伯原是军籍，后来战死军中。她在军中的丈夫也死了。她公公为了让小叔子活命，自己去从了军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齐国人来了，把他小叔子也打死了。她可怜的儿子病死了，婆婆呢也饿死了。像她此刻这样，也是在等死。夫人，这种地方怎么能住啊？如今天下太平了，不打仗了。我不是牙婆吗？我就看着珍嫂可怜，想着能不能找点客人，把她这个房子租出去，多少赚几个钱糊口。她只是有时候糊涂，其实人挺好的。前些日子，孙屠户还托人说媒要娶她呢。巫婆，我知道了，让我想想。我想了半日，那院子走进去，的确叫人心寒。那哪是人住的地方？一院子的鬼，唯一的活人还是个活死人。那我们不租那儿了，再到别处找找。不是租不租那院子的事，而是那吸食致塞人的气息。我好像突然领悟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医馆赶出去。他们不仅要我们冻死、饿死，更要我们的心死，要我们即使有一口气，也要如同行尸走肉。吸食虽贫贱，可比贫贱更恐怖的是巫王。我在想，我和继儿和你们会不会就此泯灭在那儿？夫人，我一路想，一路回到了医馆。我要问问继儿，问问你们，我们的命是否能强过那些市井之人？进门时，恰巧继儿在念《孟子告子下》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
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我明白夫人的意思了，我们收拾东西，明日搬家。母亲，我们搬过去的地方真的有鬼吗？鬼与人一样，也分善恶。那我们住的地方是善鬼喽？季儿已经将葵婆婆做的皮衣包好了，季儿搬到新的住处去，婆婆夜晚来看我，不会找不到季儿吧？不会，葵婆婆会在天上看着我们，我们去哪儿，她就会跟到哪儿。嗯。本议程来。你把招子给我放亮点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一拐人杂，也许有人趁着搬家之际顺手牵羊呢。是。这什么呀？公子，刚才夫人与公子说，鬼也分善恶，公子可见过恶鬼？公子在屋里好好找找，眼前就有。我找到了，是他。哼，枯骨死草，没几天了，就剩下嘴硬了。给我看着。是。来，夫人进来。珍嫂，珍嫂，我们来了啊！宝儿，是宝儿，是宝儿。宝儿，喝水。多谢大嫂，我叫银记，你可唤我记儿，我不叫宝儿。你就是宝儿，宝儿，公子，珍嫂，手松开，放开，松开，静儿，没事吧？你就是我的宝儿。没事情，公子，我去看看。宝儿，娘来了，我吃不吃？宝儿，宝儿。宝儿，是不是？宝儿，宝儿是你的儿子。宝儿，好孩子。宝儿从小就懂事。你的孩儿，定是与我的孩儿差不多的年纪。宝儿，自知做大王的时候，他6岁，然后后来齐人来了，他8岁，再后来秦人、赵人来了。宝儿多大了？宝儿多大了？你告诉我。宝儿病了。
然后我抱着他。宝儿定是个好孩子。然后你没了骨肉，唯有亲人也不能相聚。我们到一起，算是同病相怜、相濡以沫的缘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然饿了，宝儿，宝儿，这有吃的。宝儿，这不行，宝儿，娘有粟米，娘给你做啊。娘跟你去做，娘有粟米，我去做啊。宝儿，母亲，这位大嫂有点怪异，她是不是得病了？他是患了思念儿子的病痛。哟，婆婆来了，公子也在干活啊。要不是刚才看到甄嫂也站在这儿，我真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呢。如此干净。宝儿，手凉不凉？不凉。宝儿好孩子，懂事。宝儿好孩子。甄嫂肯说话了。懂事。难道他以前不说话的？自从他的儿子宝儿病死以后，他整天只跟屋子里的鬼魂说话，除此之外便不肯开口。巫婆来了。哎，你家夫人呢？在屋里呢。巫婆来了，快坐。夫人，慧儿倒水。是。真能啊！米夫人，你们可真是贵人呐！无论到哪儿都给哪儿带来了贵气。你看，连好几年不开口的甄嫂都和我们说话了。巫婆才是我们的贵人，让我等有了片瓦遮身、立锥之地，芈月敏感不忘。哎呀，米夫人，老妇是心中有愧，若能折些罪过，倒也好。米夫人，这些衣物可是宫里的东西啊。这虽然旧了点儿，但料子和针线那是上等的。巫婆眼力过人。说起来，这些旧衣物还真不如一件可以挡风御寒的粗布衣裳实用。夫人哪里知道啊，这些针线手艺啊是能赚钱的。不知这些女工是不是夫人身边的人做的？婆婆的意思是，这针线可换衣食？岂止是换衣食啊，能换上等的衣食。不瞒婆婆，这些针线是我一个亲人亏骨，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亲人做的，但也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。若真能换衣食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原来米夫人，你也有这样的技艺啊！要是让夫人出卖针线，未免过于降尊临卑、居高就下了。我们此刻的处境，婆婆应当心里有数。举步维艰，几近山穷水尽，何况能自食其力，比仰人鼻息、寄人篱下来得硬气。既然夫人如此洒脱，那老身就直言了。在这燕国，除了宫中显贵、富豪世家，很少有人寻求礼乐典籍的。夫人的抄录生意虽然时不时有，但未免清淡。夫人不知，眼下燕国呀，这有了几日太平的日子，财主嫁女娶亲，权臣送礼作寿，在继承那是日日都有的。好的针线，就是好的面子呀。看夫人您的技艺，盖世无双，凭这针线，
只怕你活多到接不过来，还愁吃穿用度嘛。谢巫婆指点。若这真是一条出路，那还要请巫婆帮忙招揽生意。只是芈月有一事相求，请巫婆在外，最好不要透露我们的来历和身份。夫人放心，这个自然。以后怎么样？芈月他们有消息了吗？左大夫告诉说，自从国相的手下去陶尹那边传了话，陶尹就不肯再帮忙了。因为您曾经有话，不要提及这是宫里头的意思，左大夫也就不好再强求陶尹。芈月他们被赶出驿馆后，有人说他们好像搬去了西市，奴婢几次托人前往西市打听他们的去向，都杳无音讯。西市乃引车买浆卑微之地，搬到那里栖身，岂不玷污了王家身份？更何况他们是秦国质子，对继承人生地不熟，离开驿馆，他们该如何活命啊？是啊，芈月他们这次真的难了。会后，这是宫里头该发的年俸，永香令让小的拿过来给会后过目。这邢夫人的开销这么大呀，年俸5000担，还有素绸、织金、缂丝、闪缎、各色皮毛，你看看，这都什么规矩啊？邢夫人的年俸是先王时就定下的，说邢夫人对秦国之功堪比一个大良造。那都是多少年前的旧话，如今她一老妇，在北郊行宫尸位素餐，秦国开疆拓土耗费巨大，连我都要提醒身边的人紧衣缩食，邢夫人却在那讲究排场，太过分了吧？会后说的极是。那照您的意思，邢夫人的年俸该减多少啊？不用减，停了便是。那邢夫人是先王的长姐，只怕她不会甘休啊。我心里有数，我就等着她来找我。是。夫人，宫里的新精米已经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些糙米，蛋、肉、新蚕也该采买了。照理说，每年这个时节，年俸早就该发下来了。奴婢去找永相令讨要，永相令却说，今年的年俸给与不给，给多少，全由会后说了算。会后是要我去找他，与他还个价钱。那夫人去找会后吗？我要的东西在他手里，而他想要的东西，我却万万不能给他。不见也罢。我知道，这宫里少不了柴米油盐。春天到了，咱们可以在宫里自己养些个鸡鸭，再在那洼地里种些个麦蔬。夫人，我还没有老到无法夜爬扶犁的地步吧？是，夫人。他们都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你从秦国回来，重新做他们的首领，应该是得心应手。秦王夺了司马错和魏冉的兵权，要不是他们拼命拦住，我定带人打上朝堂，宰了那个妖妇，还有那个猪狗不如的大王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让我的外甥嬴稷做大王。臭小子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仗杀人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想到你也会让自己人当大王啊！你以为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找我借人，去打秦国，杀人呢？对，我可不想像魏冉哥哥那样被困在咸阳东城不得。我被这个恶气憋得脑袋疼。白起，这次你带人马去敲打秦国，每一仗都要声势浩大，不仅要打赢，还要打疼他们。我让你敞开了杀人，这样
你魏冉哥哥重新领兵的机会就来了。我杀人，魏冉哥哥就能重新领兵了？对，只要你闹得秦国边城无一日安宁，到时候他们缺兵少将，顾头不顾腚，他们就会让魏冉出来，重新领兵。这主意和我比齐。夫人，您要找的冯仁和秀娘来了。这燕国就是这样古怪，春日来了，花儿好像一夜都突然怒放了，生怕谁比谁差了。明日宫中春宴，我是国相夫人，更不能被那些寻常粉黛给比下去。夫人的相貌在宫中已是绝色，夫人新做的桃花绣服一定可以艳压群芳，无人可比。告诉他们，那件桃花绣服做好了，再赶快为我做几件夏衣。这燕国夏日一晃而过，若没有几件花色新鲜、薄若蝉翼的夏衣上身，都不觉得曾有过夏日。知道了，夫人。这不是冯夫人吗？郑夫人，见过夫人。见过夫人，百嫩兮如此红光满面。您今日的装扮真是漂亮啊！您真是够奖了。见过王夫人，郑夫人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呢。夫人这套衣裳真是华美异常啊！您真是过誉了。是吗？国相夫人，国相夫人，国相夫人。国相夫人，您来赴宴，今日宫里春光无限呐，您请。齐国对燕国一直是虎视眈眈，企图吞并燕国的国土。燕王决议联络诸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楚王早有与燕国交好之意，所以楚王一收到燕王的来信，即刻派我出使燕国。老夫自知是坐在了火山口啊！燕国国力衰退，我国委虽然没有管仲那样改天换地的能力，但却有一腔耿耿忠心，上不做天，下不愧地。老夫定会竭尽全力，敦促大王母子听从苏先生和黄公子的忠告，尽早确立与楚国和其他诸国的联盟。如此最好。国相，子歇既然来到燕国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。听说秦国公子季与其母芈夫人在燕国当质子，不知眼下情形如何？黄公子与他们相识？芈夫人本是楚国公主，与子歇是故人。楚国公主？原来黄公子与芈夫人曾是故人。在下前日去过驿馆，打算探望公子季母子，谁料却被告知公子季和芈夫人已搬离开驿馆，不知去向，真是令人担忧啊！公子季和芈夫人他们离开驿馆了吗？正是。这老夫的确不曾听说啊。前些日子，老夫还曾经派人给芈夫人他们送去了钱财，并传话给那驿丞，叮嘱他对秦国质子不可过分苛刻。哎呀，你看这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为何缘由啊？据说是因为驿馆所价过高，使得公子季和芈夫人不得不另寻他处。他们虽身为质子，可并非街头弱小，怎可任人盘剥呢？更何况公子既是义后的骨肉兄弟，身份尊贵，为何连个驿丞都敢欺辱他们？这是个贪吏，利令智昏。公子放心，老夫定去查个明白，若有行为不检，严惩不贷。子歇恳请国相尽快查清楚公子季母子的下落，以免他们流离失所，无处安身。
那是自然。子歇谢过国相，先告辞了。那个田将军的夫人算是什么东西？竟然也敢诸围催让，在我面前卖弄她的首饰。夫人说的是。还有那个慕容夫人，她夫君不过就是宫中的五大夫，她竟肆无忌惮在春宴上盖过我的风头。慕容夫人往日对夫人还是很恭顺的。看她今日穿的那件富贵海棠锦衣，那是恭顺吗？那是明目张胆的羞辱。依灵儿看，慕容夫人的海棠锦衣的确是清丽脱俗，可夫人的桃花绣服更加艳丽悦目，并不比她差呀。你也气死我呀！没听到义后在春宴上夸赞慕容夫人衣服上海棠绣得好，还说什么桃羞杏让，那桃指的是谁呀？那不就是我吗？你猪脑子！哼！夫人满面春风而出，一脸冰霜而归，是何人招惹了夫人呢？还能有谁？田夫人、慕容夫人，还有义后。这样说来，春宴上的人有一半都开罪了夫人。国相爷做主，府里的那些缝人和绣娘偷懒使滑，都是因为他们不肯尽心尽力，才让我在春宴上丢人。夫人的意思是，府里的缝人串通了春宴上的夫人们，故意惹国相夫人生气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来，喝杯茶啊！来来来，茶都凉了。灵儿，重新去烹茶。是。今日府上来了一位宾客，向老夫打听一个人。打听什么人啊？秦国质子公子季的母亲，芈月，芈夫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夫也是刚刚知晓，芈夫人竟然也是楚国公主。那又如何？这样说来，芈夫人该是你的姐妹吧？别跟我提那个贱人。为什么？她不配。她不配做什么呀？不配做楚国公主，还是不配做你的姐妹啊？我说了，别跟我提她。既然你对她讳莫如深，定有原因。若让我不提也不难，但必须讲清楚究竟。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那黄歇也算名头颇大，也是举世英才，但与我说起那芈夫人的情形时，却是一副关心则乱的模样。黄歇？你是说楚国的黄歇在打听那贱人的情形？不错，正是楚人黄歇。十几年了，他还对他神魂颠倒，念念不忘。好个贼子狂徒，胆子不小，也敢在我府上出现，就不怕我戳瞎他双眼，撕了他的皮？这么说，夫人与他也有嫌隙？什么嫌隙？是深仇大恨。他当年使尽手段羞辱我，使我哀痛欲绝。你是我夫君，本该替我做主伸冤，却开门一刀，将仇人恭恭敬敬地请进府里，令妾身再次蒙羞。哎呀，他是楚王派到燕国的使臣，来与燕国商谈结盟之事，算是我的贵客。我能怎么办？棍子打他出去？将他送进继承大狱，砍掉他的双脚，拔掉他的舌头，将他扒皮抽筋。夫人莫不是没听清楚老夫刚刚说的话呀？他是楚王派来的使臣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更何况眼下楚国正打算与燕国结盟。我不管，我要他们死，我要他和那个贱人马上都去死。话已至此，
老夫的好奇之心是越来越重。夫人可否告知原委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看啊！这绣活继承哪儿找啊？谁见得到啊？哎，巫婆，这双小鞋几钱？10钱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！明日啊，我外甥过满月，我看这小鞋送的很合适啊，就是价钱高了点儿。你仔细看看这做工，10钱值不值？若是不值，你再来还价啊！这个说的也是，10钱就10钱吧。哎，挺漂亮的。巫婆走了，好，穿着好了再来啊。好。巫婆，这东街药店掌柜他新娶的小妾，下月就要生养了。正需像你这样手巧的绣娘做一套喜庆的被褥，这活计你得帮帮忙啊！你放心，你只需把定金拿来便可。那好。婆婆，这个好漂亮。这块布绣的真是考究，尤其是这花枝，绣得灵动精美。敢问这是出自您的针线吗？哎呦，公子，你取笑我老身呐？我哪有这样好的技艺呀？我是带人家卖的。看看，那这针线该是出自楚国人之手。也许是燕国人、赵国人也说不定。婆婆莫打诳语，恐怕这燕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这种花从来没见过。是，好秀气的小花，真是从来没见过。这是杜若，它开在半坡林中，这是只有楚国才有的花草。公子，你买便买，哪有这许多话啰嗦的？好，这块布我买下了，多少钱？30钱。这是50钱。只是求婆婆告知，这针线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？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，我家里还有些事情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啰嗦。我说买当然要买，婆婆留步。这50钱请收下。婆婆，在下楚人黄歇，为寻故人特地来到蓟城。若婆婆知晓一二，望如实告知，黄歇必有后谢。哎，婆婆。这样听来，那芈月实在是个妖妇，夫人也的确受了莫大的委屈啊。他们与我是刻骨铭心、不解之仇。哎呀，夫特别是那人，个贱人，毁了我一生一世。好了好了，而且，秦国会后也来信说要燕国帮忙收拾了那公子季母子。凭国相爷的智谋和权势，要他们的性命不过就是举手之劳。既然如此，还不赶快替妾身出这口恶气，顺便送秦国一个人情。夫人以为诸国之间的人情是那么好送的？燕国送秦国一个人情，秦国能还燕国何物？既然秦王母子急于要取公子季母子的性命，这也就是说呀，公子季母子并非可有可无，我们正好用来与秦国讨价还价。我一直担心燕国对秦国过于依赖，秦国既是燕王母子的靠山，也是燕王母子的牵制。眼下我们正可以用秦国质子来掣肘秦国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不懂你那套生意经，我要他们死！不可，我要将这筹码安安稳稳地放在那儿，待价而沽。我要他们死！可我还没有想好他们的价码。他们若不死，妾身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公子季母子干系重大，一动而牵全局。你已经使了手段了，让他们吃尽了苦头，眼下他们流离失所，生计艰难。夫人只当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了，如何呀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肯为我做主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夫人该撒手了。我若不肯撒手，又怎样？
做事不留余地，就不要怪老夫与你恩断义绝。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近来义渠人屡屡搅扰边境，眼下已经深入我大秦腹地，此患不除，人心惶惶，政局不稳呐。王叔不必多虑，那义渠小贼吃肥丢瘦，贪图小利，只要我大秦出兵，义渠人自然溃不成军。但是大王决定带兵东征，老夫担心后方兵力空虚，出现意外，因而想召回司马将军重新领兵抗击义渠。大王，那司马错和魏冉一贯居功自傲，飞扬跋扈，时时图谋不轨，绝非是可托付之人。右相不必担心，重新召回只是权宜之计，绝不会长久托付。是。还有一事，臣不得不问。王叔但说无妨。大王此次东征到底师出何名？寡人早就说过了，去洛阳看看九鼎。这不可成为出师的理由。为什么不能啊？楚离子，你曾悉心培育大王多年，竟然不知道大王的志向。请右相指教。微臣记得，大王自小就纠缠你我，问周天子的九鼎是何模样？我们都说没见过。周朝没落，那周天子都成了摆设，那九鼎不见也罢。楚离子未免鼠目寸光。大王虽生在秦国，但终身愿望是能够乘路车过三川，入王畿，一睹九鼎。什么？右相也要告知老夫，大王兴举国之力出兵东征，难道只为一睹那九鼎之风貌？老夫不信，死都不信。王叔，您说的没错，寡人并非只是看看那九鼎，如此兴师动众的去一趟，未免得不偿失了。寡人准备驱除周天子，入主王城，收九鼎为己用。这样一来，我大秦自然威震中原，四海归心。诸国只能心悦诚服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弄不好，秦国和大王就要受到天下的讨伐。哼，就算天下诸国都来讨伐寡人，那又如何？寡人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勇者之师，以一当十。众爱卿，你们说呢？大王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大王下令如山，我等以一当百。大王一马当先，我等无所畏惧。好。